翻到嚟 glow glow glow。喂，你試唔試過咁樣啊？朝早逼地鐵翻工嘅時候，望住車窗入邊個自己，突然間好似俾雷劈中咁。點解我活到30-40歲，仲係好似隻鵪鶉咁飲人魚肉？我攞住杯凍鴛鴦，同對面位後生仔講，佢個樣好似挨咗通頂，恤衫仲沾住啲咖啡漬。上個月我幫同事頂更，頂到胃出血，份報告聽日就要交，老細仲話能者多勞。點知年尾升職個名單出嚟，連個新入行嘅 Mary 都升咗，我仲係萬年主任。呢個城市嘅節奏快過電梯，但係有啲人永遠企喺順行方向，有啲人就成日要逆行。你話係咪好諷刺？古人話善有善報，但係睇翻歷史書裏面，忠臣被冤枉嘅案例比比皆是。好似古代有個將軍精忠報國，最後都要飲毒酒，反而嗰啲奸臣安享晚年到七老八十。呢個唔係叫你學壞，而係要你睇透個遊戲規則。我上個月見個客，佢喺商業區開糖水鋪，本來老老實實用貴價椰漿，點知隔離鋪頭用香精勾兌，賣平一半搶晒佢啲客。個客同我講，我阿媽教落做生意要對得住天地良心。我反問佢，你而家執笠對唔對得住跟你10幾年嘅伙計，對唔對得住個仔嘅大學學費？後來佢學識咗喺社交媒體放風，話自己嘅芋泥係用靚芋頭手打，又唔小心流出製作過程片，見到佢對手磨到起水泡，結果呢，而家排隊排到出街口。呢個就係現代社會嘅吊詭，你要用反派嘅手段達成正派嘅目標，好似古代小說裏面嘅俠客，如果唔識得變通，早就被壞人食到骨都冇得剩。城市地少人多，個個都話要守住核心價值，但係你睇下商場賣嘢嘅手法，睇下金融界嘅投資策略，邊個唔係游走灰色地帶？道德呢家嘢其實同海邊個水位一樣，會隨住時代漲退。我認識個公司老闆，佢辦公室掛住幅字畫，寫住菩薩心腸，雷霆手段。朝早佢可以去社區中心派飯俾長者，下晝就下令裁減成個部門。有人問佢會唔會太狠心？佢話：我養住成間公司幾千個家庭，唔通為咗30幾個唔達標嘅員工，要成間公司陪葬？呢種思維就係我講嘅反派生存法則，唔係叫你去做壞事，而係要你擺脫老好人嘅枷鎖。後生仔，你記唔記得細個睇動畫片，主角初時乜都唔識，但係佢夠膽冒險，夠膽創新，反而嗰啲永遠彬彬有禮嘅配角，最後都係做後備。現實世界就係咁殘酷。特別係城市呢個石屎森林，你要學識適當時候踩界，好似申請資助咁，老實等要等好耐。但係有啲人識得準備文件、完善計劃書，好快就批到。你話公唔公平？呢個世界本來就冇絕對公平，只有遊戲規則。我最近睇到個調查話，年輕人道德自覺分數連續幾年下跌，有啲人睇到實嚇到瞓唔着，但係我反而覺得係好事。點解？因為後生仔終於睇穿咗個社會嘅偽善。學校教你要誠實，但係出到社會見老細報細數，教你要守規矩，但係成日見人走捷徑。與其喺度精神分裂，不如早啲認清現實。道德係奢侈品，你要有足夠實力先守得住。講到實力，不得不提獨特嘅茶餐廳哲學。你入去任何一間茶餐廳，都會見到兩種人。一種係乖乖排隊等位，一種係直接同侍應講我趕時間。結果呢，後者永遠快啲入座。呢個唔係鼓勵你搞特權，而係話你知有時候打破常規先係最快路徑。好似我個做設計師嘅朋友，佢話而家啲人做嘢，與其跟足程序浪費3個月，不如直接揾關鍵人物傾掂佢。呢啲就係現代精神，靈活變通，唔會死守規條。當然，我唔係話完全唔使理道德，好似古人講過，道亦有道，連賊都有自己嘅原則。關鍵在於你要分清楚邊啲係真正嘅道德，邊啲只係社會灌輸俾你嘅枷鎖。例如你見到阿婆跌親去扶，係出自本能嘅善良，但係老細叫你做假數，你唔敢拒絕，呢個就係無謂嘅落藥。可惜嘅係，大部分都市人將兩樣嘢混淆咗。我認識個90後創業好成功，佢同我講咗個比喻，道德同賺錢好似跳 Tango 咁，有時你要行前2步，有時要退後1步，最緊要係保持平衡。佢公司最新推出個 app， 表面係幫人理財，實際係玩緊創新模式。
但係佢同我講，現行制度仲停留喺上個世紀，我唔衝破呢啲落後規條，點推動行業進步？聽落好似強詞奪理，但係諗深一層，歷史上所有改革者，邊個唔係俾人話係反派？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究竟點樣喺道德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？我嘅答案係，你要建立自己嘅價值觀，而唔係盲目跟隨社會標準。好似去街市買餸，阿姐找你20蚊假銀紙，你會唔會即刻揾翻佢？定係諗住當破財擋災？真正嘅強者會點做啊？佢會行翻轉頭，客客氣氣同阿姐講，唔該，可唔可以換嗰張？呢個就係我講嘅有原則嘅反派，唔會佔人便宜，亦唔會任人佔便宜。現代社會最荒謬嘅地方，在於將善良同軟弱畫上等號。你睇下公司管理層，邊個上司唔係擺出強硬姿態？就算私底下幾咁孝順，幾咁愛家庭，都要表現到好似好硬淨咁。呢個就係人性嘅陰暗面。我哋口話欣賞善良，實際崇拜權力，好似古代故事裏邊嘅仁君，成日喊住話要為民請命。但係如果唔係有班得力助手，邊個會睬佢啊？所以話你要學識將自己嘅善良武裝起嚟。好似我個做教師嘅朋友，佢對學生好好，但係開學第一日就講明規矩，遲到3次當曠課，欠交功課要留堂。初時有家長投訴佢太嚴，但係學期尾個個讚佢教得好。點解？因為學生知道個底線喺邊，反而更有安全感。呢一個就係帶刺的玫瑰哲學。你可以好善良，但係必須要有保護自己嘅能力。社會近年嘅變化，其實都同呢一種道德觀有關。後生覺得老一輩守舊，老一輩覺得後生冇規矩，但係大家冇諗到，道德標準本來就應該與時俱進。好似幾十年前，女人出嚟做工會被話唔守婦道，而家呢個個都話要女性經濟獨立，所以話唔好被傳統道德綁架。最重要係睇清楚當下嘅環境需要乜嘢樣嘅行為準則。講到環境，不得不提現代都市嘅生存壓力，樓價貴到飛起，工時長到爆燈。喺咁樣嘅環境底下，你要堅持做傳統意義上嘅好人，真係難過登天。但係轉個角度諗，正正因為環境惡劣，你先更加要學識反態思維，唔係叫你去做奸角，而係要你變得更精明，更懂得保護自己。好似我個表弟咁，佢喺大公司做咗10年，成日幫同事手 OT 當食生菜，結果呢，上年公司裁員，第一個就揾佢。老細同佢講，你係好人，但係公司而家要生存。反而另外一個成日同老細討論嘅同事，因為掌握住關鍵技術，不但冇被炒，仲升咗職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喺商業社會，價值永遠比善良更重要。可能你會覺得好灰，但其實換個角度睇，呢一個都係種解放。既然個遊戲規則係咁，我哋與其喺度怨天尤人，不如早啲學識點樣玩呢個遊戲。好似打牌咁，你唔會因為對手出千就跟住出千，但係你至少要識得點樣防範人哋出千。呢一個就係現代人必須具備嘅生存智慧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個故事，我認識個婆婆，佢由細地方出嚟大城市。一字不識，但係由擺街邊做到開連鎖店。佢同我講過句好深刻嘅話，喺呢個地方你要學識做個壞嘅好人。初時我唔明，後來睇住佢點樣經營，先至明白。對客永遠笑口食食，但係對拖數嘅供應商可以堅持原則。對員工好似親生仔女咁，但係邊個偷懶即刻要處理。呢種就係現代人獨有嘅生存哲學，表面圓滑，內裏剛強。所以話各位朋友，與其成日糾結自己係好人定壞人，不如諗下點樣先可以活得更自在。記住，道德係用嚟約束自己，唔係用嚟審判別人；規則係用嚟保護自己，唔係用嚟限制自己。喺呢個混沌嘅時代，最重要係找到屬於自己嘅道路，唔好做盲目嘅好人，亦唔好做徹底嘅反派，而要做個清醒嘅現實主義者。其實每個人都係自己人生故事嘅主角，你嘅選擇同決定先至最重要。好似煮餸咁，落幾多鹽，用咩火候，都要自己掌握。別人嘅意見可以參考，
但係最終個味道係點，都係要你自己試過先知。生活就係咁，冇絕對嘅啱與錯，只有適唔適合自己。我諗起個朋友嘅經歷，佢原本係個好好先生，成日幫人唔識拒絕。後來有日，佢發現自己幫開嘅同事竟然升職加薪，而自己就原地踏步。佢開始學識講唔得閒，學識為自己爭取機會。奇妙嘅係，當佢開始懂得保護自己之後，反而獲得更多尊重。呢個就係人性有趣之處。太過容易得到嘅幫助，人哋唔會珍惜。適當地設立界線，先會令人重視你嘅價值。人生就好似行山，有時要行平坦大路，有時要行崎嶇小路。最重要唔係跟住人哋嘅路線行，而係找到適合自己步伐嘅路徑。你嘅人生地圖應該由自己繪製，唔好讓人哋幫你畫。你嘅價值唔應該建立喺人哋嘅評價之上，而應該建立喺你自己嘅內心深處。講到設立界線，我諗起個好得意嘅案例。有個後生女叫阿敏，佢喺廣告公司做設計，成日俾同事順手幫手整嘢。初時佢覺得幫下手冇所謂，後嚟發現連其他部門嘅 PPT 都要佢執，仲要聽埋啲後生女手腳快啲嘅風涼話。有日佢終於頂唔順，喺公司群組直接開價，私人設計項目 logo 500蚊起， PPT 每頁80，你估點呢？初時有人話佢計較，但係慢慢反而多咗人尊重佢專業。最妙係後來真係有同事正式請佢做 freelance， 時薪仲高過正職。呢個就係有價值嘅善良同無底線嘅老好人嘅分別。再講深一層，所謂反派思維其實係一種結構性思考，即係話你要睇得透每個系統背後嘅運作邏輯。好似我個做採購嘅朋友，佢發現公司報銷制度有個漏洞，只要將單據分開幾張細單就可以避過審查。佢冇利用呢個漏洞，但係佢將個問題反映俾管理層，仲建議咗個改善方案。結果呢，佢唔單止冇俾人話篤背脊，反而因為展現咗系統思維能力，被調去內部稽核部門升職加薪。所以話真正嘅智慧唔係盲目服從規則，亦唔係肆意破壞規則，而係要明白規則點樣運作，知點樣改善規則。仲有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點樣處理辦公室政治。我識得個經理叫我強，佢部門有個好麻煩嘅同事，成日喺開會時唱反調。一般人都會選擇避開呢個同事，或者同佢正面衝突。但係我強用咗個好特別嘅方法，佢特意請呢個同事食午餐，仲專登請教佢對項目嘅意見。原來呢個同事之所以成日唱反調，係因為覺得自己嘅意見冇被重視。當我強俾足面子佢之後，呢個同事反而成為咗佢最得力嘅助手。呢個就係以正合，以奇勝嘅智慧。講到感情關係，其實都係一樣道理。我個表妹之前拍拖，成日遷就男朋友，連自己中意嘅電影都唔敢睇，驚對方覺得悶。結果呢，男朋友反而話佢冇主見，最後仲要分手。後來佢學識咗自私啲，堅持自己嘅興趣，反而吸引到個更加欣賞佢嘅伴侶。所以話，無論職場定情場，失去自我嘅善良根本唔係真正嘅善良，只係懦弱嘅表現。至於點樣實踐有原則的利己，我可以分享個實用技巧，就係要學識條件式答應。譬如同事叫你幫手，唔好即刻話好或者唔好，而係話我可以幫手，不過我手頭上有個 project 聽日要交，你可唔可以等我聽日下晝先處理？咁樣唔單止保護咗自己嘅時間，亦都讓對方明白你嘅付出係有價值嘅。久而久之，人哋就唔會當你嘅幫助係理所當然。另外一個重要概念係戰略性強硬。有間我合作開嘅初創公司，佢哋對住大客戶時從來唔會跪低。有次個客戶想壓價，佢哋好有禮貌，但好堅定咁話：我哋明白你嘅預算限制，不過我哋嘅質量同服務係呢個價錢。如果你真係需要調整預算，我哋可以睇下縮減邊啲服務範圍。結果個客戶反而更加尊重佢哋。最後仲介紹咗其他客戶俾佢哋，所以話有時候堅持原則
反而會贏得更多尊重。講到呢一度，我不得不提一個好重要嘅區分：反派思維同真正的壞人嘅分別。反派思維係喺遵守法律同基本道德嘅前提下，靈活變通，為自己爭取合理權益；而真正嘅壞人係為咗利益不擇手段，甚至違法亂紀。前者係智慧，後者係罪惡。好似駕車咁，識得睇路況，轉線超車係聰明，但係衝紅燈亂咁嚟就係危險駕駛。學習反派思維最終極嘅目的，其實係為咗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嘅境界。當你足夠強大，足夠了解遊戲規則，你就可以喺規則之內自由飛翔，唔需要刻意做壞人，亦唔會傻更更做好人。就好似一個頂尖嘅足球員，佢唔需要犯規都可以贏波，因為佢已經完全掌握咗比賽嘅節奏同技巧。所以話，各位正在聽我分享嘅朋友，與其浪費時間糾結自己係好人定壞人呢，不如用呢個時間去提升自己嘅實力，了解身邊嘅遊戲規則。記住，當你強大到某個程度，你自然就會成為規則嘅制定者，而唔再係規則嘅奴隸。到時你就會明白，真正嘅自由唔係想做乜就做乜，而係想唔做乜就可以唔做乜。講到職場生存，不得不提一個好實用嘅技巧：選擇性曝光。我識得個好叻嘅中層管理阿玲，佢從來唔會將自己所有技能一次過展示晒出嚟。每次公司有新項目，佢都會慢慢釋放自己嘅能力，等上司同同事不斷有驚喜。譬如佢明明識數據分析，但係佢會等適當時候先展現呢個技能，令到人哋覺得佢係個不斷進步嘅人才。相反，有啲人一入職就將所有底牌攤開，結果俾人當作萬能 key， 乜嘢瑣碎工作都塞俾佢。呢個就係留一手嘅智慧，唔係收收埋埋，而係掌握展示實力嘅時機同節奏。再講多個金融界嘅例子，我有個客戶係基金經理，佢同我分享咗個好有趣嘅觀察。喺投資市場裏面，最成功嘅唔係嗰啲永遠跟住大市走嘅人，亦唔係嗰啲成日想打敗個市場嘅人，而係嗰啲懂得與狼共舞嘅人。佢話有次個市大跌，個個都恐慌性拋售，佢反而慢慢吸納優質股。最關鍵係佢唔係盲目撈底，而係設定好止蝕位，同時用期權對沖風險。結果個市反彈之後，佢賺到盤滿缽滿。呢個就係反派思維嘅精髓，唔好同個趨勢對抗，但係要懂得喺趨勢裏面保護自己，同時把握機會。講到人際關係，我最近學到個新概念叫利益共同體。傳統智慧教我哋要與人為善，但係現實係純粹嘅善良往往換唔到真正嘅盟友，反而係當你能夠同人建立利益連結，關係先至會穩固。譬如我個做銷售嘅朋友，佢從來唔會單純靠請食飯、送禮物嚟維持客戶關係，佢會諗辦法幫客戶創造額外價值，可能係介紹新客俾佢，可能係分享行業資訊。當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之後，關係自然牢不可破。呢個唔係功利主義，而係現實社會嘅運作邏輯。仲有個好重要嘅觀念轉變，就係要學識擁抱衝突。好多人好怕同人發生衝突，覺得會破壞關係。但係其實適度嘅衝突反而可以促進了解、澄清誤會。我識得個創業老闆，佢特意喺公司設立反對派角色，每次開會都要指定個人負責挑毛病。初時員工都好唔習慣，後來發現經過呢個過程之後，決策質量真係提高咗好多。所以話唔好怕衝突，關鍵在於點樣管理同埋利用衝突。講到個人成長，我不得不提迭代思維呢個概念。傳統教育成日教我哋要做完美，但係現實世界最成功嘅人，往往係嗰啲懂得快速試錯、持續改進嘅人。好似有個做網媒嘅後生仔同我講，佢哋推出新內容，從來唔追求完美，寧願早啲推出市場，收集 feedback， 然後不斷優化。結果佢哋嘅成長速度遠遠快過嗰啲追求完美嘅競爭對手。呢個就係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嘅實踐。至於點樣培養思維，我建議可以從小事開始練習。譬如聽日返工，試下拒絕一個不合理嘅要求，
或者喺會議入邊試下表達一個同主流唔同嘅意見。初時可能會覺得好唔自在，但係慢慢你就會發現，世界並唔會因為你堅持原則而崩塌，反而會因為你展現底線而更加尊重你。最重要係記住，唔係要你變成另一個人，而係幫你找回最真實嘅自己。當你唔使再為討好人而壓抑自己，當你唔使再為符合期望而偽裝自己，你就會發現一種前所未有嘅自由同力量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，做最好嘅自己，而不是做最好嘅好人。善良係一種選擇，而不是一種義務。強大係一種能力，而不是一種特權。願各位都能夠喺複雜嘅世界裏邊保持內心嘅善良，同時具備保護善良嘅實力。講到談判技巧，我不得不分享一個好精彩嘅案例。有個做採購嘅朋友同我講，佢每次同供應商傾價錢，都會準備3個版本嘅方案，一個理想價，一個合理價，一個底線價。但係佢唔會一開始就擺個底線出嚟，而係會先從理想價開始傾。就算對方壓價，佢都會堅持一陣，先慢慢讓步。最妙係佢每次讓步都會要求對方提供相應嘅 concessions， 例如付款期延長、送多啲售後服務等等。結果呢，佢不但攞到好價錢，仲贏得供應商嘅尊重。呢個就係以退為進嘅智慧。再講多個關於時間管理嘅例子。我識得個好高效率嘅主管，佢每日都會將工作分做4類：重要又急，重要唔急，唔重要但急，唔重要又唔急。但係佢嘅處理方法同一般人唔同，佢會優先處理重要唔急嘅事項，因為佢話呢啲先係真正影響長遠發展嘅關鍵。至於嗰啲唔重要但急嘅瑣事，佢會盡量 delegate 俾下屬，或者用最簡單嘅方法處理。結果佢不但工作表現出色，仲有時間發展自己嘅興趣。呢個就係抓大放小嘅智慧。講到危機處理，有個好值得參考嘅案例。有間細公司因為一個員工失誤，導致客戶資料外泄。一般公司可能會選擇隱瞞或者卸膊，但係呢間公司嘅老闆做咗個好大膽嘅決定，第一時間通知所有受影響嘅客戶，公開道歉，同時提供免費嘅信用監測服務。雖然短期內公司蝕咗一筆，但係因為誠實同埋負責任嘅態度，反而贏得更多客戶嘅信任。呢個就係化危為機嘅智慧。仲有個關於創新思維嘅例子，有個傳統製造業老闆面對行業萎縮嘅困境，佢冇選擇 cut cost 或者裁員，反而投資開發新產品。但係佢嘅方法好特別，佢唔係閉門造車，而係直接邀請客戶參與產品設計過程。結果開發出嚟嘅產品完全符合市場需求，公司成功轉型。呢個就係開放創新嘅智慧。最後，我想分享一個關於人生規劃嘅思考。好多人都話要追求 work-life balance， 但係我認識一個好成功嘅企業家，佢話其實唔存在真正嘅平衡，只有取捨同優先次序。佢將人生分做幾個階段：30歲前拼搏事業，40歲前建立家庭，50歲前培養接班人，60歲後享受人生。每個階段都有明確嘅重點，唔會貪心想樣樣兼顧。結果佢每個階段都過得好充實，事業家庭兩得意。呢個就係階段短性專注嘅智慧。總而言之，思維唔係教你奸詐，而係教你聰明；唔係教你自私，而係教你自愛；唔係教你冷漠，而係教你清醒。希望各位能夠從呢啲案例同思考中找到適合自己嘅處世之道，喺呢個複雜嘅世界裏面活出自己嘅精彩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分享俾屋企人、同事、鄰居。好啦，再提提大家，得點讚、訂閱同埋 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， 同埋留言討論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